今日同大家傾下長實喺安達臣道嘅樓盤涉嫌偷工減料嘅事。呢單嘢咧已經發酵咗幾日㗎啦嚇，網上啲行貨我就唔重複講啦。今集會同大家分享我呢兩日挖到嘅新料，以下內容純屬個人觀點，並無事實依據，大家當聽故仔得㗎啦。咁呢個盤原本嘅總承包咧，即係大盤啦嚇，叫做精進建築。佢就犀利啦，唔單止5年出過4宗地盤事故，涉6條人命，仲有之前港大學生宿舍甲醛超標同蜂窩石屎咧，都係出自佢哋嘅手筆㗎。咁因為23年咧，俾屋宇署釘咗牌，咁所以換咗個殼，由關聯公司卓越天工咧就接翻啲盤嘅。咁本嚟咧，承建商出問題係唔關長實事嘅。我判咗出去㗎啦嘛。咁但係咧，精進咁多事故，停咗牌，仲可以換個殼就入場，當中有冇監管缺失呢？仲有好多人都關心承建商到底係咩公司呢？係港資、外資，抑或係內資呢？咁原來咧，承建商老闆為人好低調噶。咁網傳咧，有人20年前就接過佢嘅分判項目，但係幾百萬1分錢都收唔到。好啦，接落嚟我哋圍繞呢幾個問題深入傾下。咁呢4單事故咧，都同精進係有關嘅，總共6人喪生。我哋重點睇下呢一單嚇。2022年安達臣道地盤一天平倒塌3死6傷。大家注意下，呢個地盤雖然都喺安達臣道，但佢唔係長實嘅項目，而係隔離嗰個房協嘅項目。咁事發之後咧，喺佢哋嘅集團官網咧，就各部門員工聯名聲援老闆，同老闆打氣啦。境外嘅潘老闆，發生咁嘅事，我哋好心痛啊！失去咗3名工友，老闆一直都好重視安全噶。相信喺老闆嘅英明領導之下，公司會再創輝煌。喂，全公司上下成100人簽名支持老闆，一個地盤3條人命啊，大佬！仲要咧，唔係得一單事故咋，係幾年裏邊有4單啊！如果你哋咁關心公司嘅，我建議唔好成日坐喺辦公室，多啲落地盤巡下，睇下有咩安全事故好過啦。咁如果你哋真係咁心痛嗰幾位亡故嘅工友嘅，我又建議主動去探視佢哋嘅親屬，提供啲實際嘅支持，咁先體現出關懷噶嘛。佢哋個個屋企都有老有嫩噶，但係咧，你哋知唔知公司係冇主動賠償噶？都係後嚟咧，啲家屬自己入稟法院申請索償噶。咁官網咧就仲有老闆鼓勵翻啲員工嘅士氣嘅信喎，上下一心，一片溫馨嘅景象。咁但係咁話，幾個月過咗去，隔離嗰個長實地盤又俾人舉報偷工減料喎。到底呢間公司係溫馨定係做戲啊？咁留俾你哋自己斟酌啦。一般發展商咧都會簽好晒合同，明確雙方責任嘅。喂，個地盤我交咗俾你㗎啦，你要依法依規啊，有咩事你負責㗎。按法律嚟講咧，長實真係可以撇得一乾二淨嘅。除非證明到業主佢又知情，而且依然放任啦。咁不過咁話，精進建築點解俾人停牌啊？因為地盤接二連三出問題啊嘛。咁而家換咗個殼，咁但係都係嗰副班底，都係嗰副機頭喎。咁即係風險係冇變嘅喎。咁變相繞過咗監管咯。明知精進係有咁多地盤問題，你都俾佢繼續換殼入場，咁好容易令人懷疑咧嚇。喂，當中係咪存在縱容咧？咁好啦，我哋先假設係存在縱容嘅。咁大家有冇諗過點解要縱容咧？我估咧嚇，我亂噏嘅啫。精進係佢嘅投標價咧，如果咩都按正嚟做，係做唔到嘅，係冇公司做到嘅。但係而家精進係就係攞呢個價接盤，而且咩責任都攬晒上身，咁咪俾佢做咯。關鍵咧就係建築業都幾千年歷史啦，咩價做到，咩價做唔到，業主方會唔清楚咩？如果明知對方呢個價係冇錢賺嘅，都判俾佢做，咁地盤安全同埋偷工減料呢啲問題就係大概率嘅事啦。喂，邊個肯做蝕本生意啊？如果要做慈善，我直接攞去捐就得啦，使乜接工程啫？而香港建築業註冊專門工種職工會聯會主席周聯橋咧，佢就咁講嘅嚇。發展商要負最終責任，點解咧？佢話發展商會派業主代表咧去進行監督嘅，冇理由一啲消息都收唔到嘅。咁好啦，究竟長實有冇責任？首先案件已經進入咗司法階段啦，我亦唔係專家，大家咧要按政府公佈為主。第二咧，我絕對信任長實，
佢嘅法律能力同埋公關能力嘅。有網絡消息指，興聯集團即係精進集團嘅母公司，成立於1989年，老闆潘榮咧喺60年代就投身工程界㗎啦。開頭咧喺英國做設計師嘅，喺70年代返港嘅。不過為人真係好低調啊嚇，唔單止一張公開照片都冇嘅，就算喺集團官網咧，就連潘生個名都揾唔到嘅，登出嚟嘅主席致辭咧都冇署名嘅喎。喂，無論大生意啊、小生意啊，個老闆都中意拋頭露面㗎啦，因為佢哋嘅口碑同埋知名度可以幫佢做大盤生意啊嘛。咁但係咧，阿興聯潘老闆就唔係咁嘅，有咁低調得咁低調嘅，連名都唔想俾人知嘅。咁但係佢可以接到好多項目嘅喎，當中仲包括唔少嘅政府項目添，比如港大學生宿舍啦，仲有2020年發生觸電事故身亡嘅係香港郵政總部重置項目啦，仲有2023年10月墜落事故嘅係尖沙咀消防局項目喎。喂，一間頻發事故嘅承建商點解可以勁得咁多政府項目嘅？可以話低調得嚟又白足咁多爪喎。究竟潘生係真正嘅老闆，抑或只係幕前代理人呢？由於無從稽考，呢個就留俾大家自己去諗啦。咁喺 Facebook 上面咧，潘焯鴻咧，佢就係舉報沙中線工程問題同港大學生宿舍問題嗰位啦。每一單舉報都真憑實據嘅。佢就話啦，20年前佢承接潘榮分判嘅工程啦嚇，咁工程做完啦，但係幾百萬一個崩都收唔到喎。咁點解收唔到咧？阿潘焯鴻就話咧，潘榮有一位員工係潘焯鴻嘅同學，喂，咁好正常啫嚇。咁但係潘榮就以咁嘅理由唔結算俾佢喎。咁好啦，潘焯鴻亦都提到今次偷工減料事件啦。2023年佢嘅徒子徒孫嘅朋友輾轉咧就揾到佢，咁就話一班後生仔糊裡糊塗就走咗去做紮鐵三沙。紮鐵大家就知咩意思啦。三沙係咩咧？原嚟三沙咧就係建築業嘅黑話，即係指3種操作：鋼筋疏少、鋼筋移位、不合規操作咁啦。即係咧專門揾佢哋嚟偷工減料嘅。咁偷工減料都算啦嚇，咁仲要咧以不可能嘅價格接盤嘅。咁至於係高到冇可能定係低到冇可能咧？阿潘焯鴻冇講。咁後尾咧呢幾個僆仔就俾人用完即棄，但係佢哋就拎咗地盤嘅違法證據出嚟。咁潘焯鴻就嗌佢哋去屋宇署投訴啦。咁呢度佢嘅用完即棄係咩意思咧？根據上下文咧，我估下可能又係收唔到錢咯，因為出嚟紮鐵每一日都係錢嚟噶嘛，錢到手嘅話，邊個想搞咁多嘢啊？好啦，以上嘅信息出自潘焯鴻嘅 Facebook， 未經證實真偽，請大家謹慎鑑別。咁由潘焯鴻所講嘅呢兩個例子，我哋再對應翻之前講嘅精進系嘅投標價好可能低過成本價好多，所以就要呢度慳啲啦，嗰度減啲啦，咁先有錢賺。咁01咧亦都提到啦，精進多個地盤項目拖欠工人同分判商咧幾百萬至2000萬不等，咁多案例都再次指向我提出低價接盤嘅觀點同猜測。好啦，今集我哋講咗精進系嘅背景，佢老闆係邊個，以及相關嘅責任問題。咁下一集我會同大家傾下，好多人都話今次廉署查長實個盤咧，同佢出售運河公司有關聯嘅喎，究竟係咪咁呢？我哋下一集見。